大家好，我係各位。近幾年嘅房委會同埋房協方面嘅公營房屋項目不斷增加緊個數量嘅。之前嘅寶華建業方面捲入咗一個嘅拖欠薪金嘅事件，都被法庭頒令個清盤嘅。而最近精進建築方面都係因為一啲過去一啲不幸嘅工業意外嘅事件又導致到工人係喪生嘅話，都被政府除牌嘅噃。兩個比較重大嘅一啲嘅承建商方面嘅話，咁亦都係先後出現咗問題。對於公營房屋嘅興建嘅情況，有啲咩影響呢？亦都項目方面會幾時可以將翻個進度落成呢？今日同大家跟進下當中嘅情況先啦噃。第一方面，希望幫下首先嘅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分享影片出去，俾個 like 個影片我隻頻道先，咁大家支持嘅。睇一睇一啲相關嘅資料先。嗱，根據翻呢個報道呢個嘅即係東網嘅報道所講，精進除牌影響咗公屋嘅輪候嘅狀況。不過咧，整體上都係輕微嘅，大概影響咗0.1到0.2年嘅一啲輪候嘅狀況。呢個嘅精進建築方面啦，涉及到六個嘅一啲工程嘅項目，一半屬於一啲嘅公營房屋嘅項目，包括咗房委會有2個嘅項目，房協方面有1個嘅，涉及到嘅單位伙數有7600伙。房委會方面講到啦，2個嘅項目嘅完工嘅日期咧，都比原定就會再遲多6至9個月嘅。影響嘅輪候時間就相當之輕微嘅。房協方面都講到啦，亦都係精簡咗招標嘅程序盡快可以去委聘翻一個新嘅承建商，希望咧縮減咗啲嘅即係落成遲咗嘅時間，最低嘅限度嚟嘅。講翻呢個嘅項目影響喺邊一啲地方先。喺房委會方面咧，涉及到2個嘅項目，包括咗東涌嘅進東村有5200個嘅公屋單位，另一個就係屯門嘅滿田村1000個嘅公屋單位嘅。房協方面呢，主要係屬於之前一啲嘅工業意外冧天秤，導致3個嘅工人即係意外身亡嘅一個情況，就係觀塘安達臣道嘅 R2-2 嘅出售房屋嘅項目，有1400個嘅單位嘅。局長方面有個回應嘅噃，預計房委會嘅2個嘅項目，地盤方面嘅完工日期都要係褪後啲啦，去到即係褪遲6至9個月嘅時間，爭取喺2026年嘅年中或者係第3季就完工嘅。亦都係因應翻呢個嘅精進建築就係被除牌啦，都承認嘅，對於輪候嘅降低輪候時間有啲壓力嚇，本身嗰個嘅即係最新個輪候時間呢，都喺單人長者方面有輕微嘅回落啲。當然啦，一過去一段時間咧，喺精進嘅地盤方面呢，人手都係比較少啲嘅，本身個進度都係已經慢咗落嚟。再加上如果而家已經係決定都除牌，揾翻啲新嘅承建商呢，呢一個都係一個適當嘅做法嚟嘅。亦都對於輪候嘅時間呢，應該都影響都唔算話太大嘅情況嚟嘅。講到啦，呢個嘅喺即係政府公布咗呢個嘅公屋輪候時間之餘，都會有一個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目標就係去到2026-27年就係去到4.5年嘅。政府方面都講到啦，亦都係呢個目標應該不變嘅，亦都係應該可以預期達得到相關嘅目標嘅。至於房協方面呢，個回應係咁樣嘅，為咗確保個工程就雖然有延誤，但係咧希望可以就係縮減嗰個延誤嘅時間，都係會精簡咗個招標嘅程序嘅。目前亦都係全力去籌備，揾翻個新嘅承建商去執翻個手尾嘅。講翻呢3個項目當中一啲具體嘅一啲資料啦噃，轉睇下一個表格先。喺之前呢，呢個嘅政府亦都係每一季度都公布一個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嘅文件嘅。啱啱公布咗喺2025年嘅3月呢個嘅資料。其中亦都包括咗係頭先講3個嘅項目嘅。喺2025-26年度咧，呢個包括咗係即係離島即係東涌啦嘅進東村5200伙，仲有就係下邊嘅屯門區嘅滿田村1000伙嘅。亦都講多少少啦，對比翻即係過去嗰幾個季度嘅一啲嘅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嘅文件原先嘅進東村同埋滿田村嘅呢個預計嘅落成時間，應該喺2024-25年度咧，應該就會落成噶噃。
咁啊，根據翻呢一個嘅文件啊，最新咧亦都睇翻就係褪遲咗1年嘅時間。咁啊，呢個亦都未反映到頭先所講精進建築嗰個嘅即係情況嘅問題。咁啊，即係話咧喺原先已經褪後咗嘅時間咧，仲需要再褪後多6至到9個月嘅時間嘅。咁啊，好多朋友都有問到啦，咁啊，呢個長東村都預派咗嘞噃，咁啊，都經常都問到我咧，譬如晉東村同埋滿田村幾時可以預派咧？啊，根據翻頭先所講報道方面啊，咁應該冇咁快嘞噃，咁啊都要一段時間咧，先至可以喺出年嘅年中後咧，先至落成。咁就算最快可以預派嘅話咧，會唔會喺出年嘅即係上半年咧？咁都仲有相當嘅時間要等待一下啦。咁啊，如果講緊係即係晉東村，特別想講一下啦。咁啊，伙數都比較多，去到5200伙。咁啊，講緊嘅而家即係輪候嘅隊伍當中，又有新界區、市區、擴展市區同埋離島區嘅。晉東村咧屬於雖然呢個標示咗係呢個離島區，但實際上咧係屬於東涌呢個嘅擴展市區嘅。咁啊，目前嚟講咧，如果講緊新界區係相對快啲嘅，咁啊大概可能4年到嘅時間咧，應該都可以上到去，即係平均嘅時間上到公屋。咁啊，市區同埋擴展市區就大概即係多2年到嘅平均嘅時間。咁啊，5200伙其實嗰個嘅數量都唔少㗎噃。咁啊，如果輪候緊呢個擴展市區嘅朋友嘅話，咁啊可能喺即係上到公屋嗰個嘅隊伍方面咧，亦都可能主要呢段時間咧，除咗長東村之外咧，可能就要主要靠一啲可能翻新嘅回收單位啦。咁啊，晉東村要再後一啲時間咧，先至可以獲派個單位。咁可能預計輪候嗰個嘅進度咧，會慢咗落嚟嘅喺個擴展市區嘅狀況。屯門區方面啦，咁啊當然係滿田村咧，咁1000伙就唔算一個比較大嘅數目，咁啊亦都有其他一啲新界區嘅項目出現嘅。嗱，呢度都顯示翻啊，有北區啦，都係屬於呢個嘅呢個新界區嘅項目當中嘅，所以亦都預計咧，亦都新界區而家嗰個嘅相對優勢啲咧，都可以保持住，即係相對係比較快啲可以獲配單位嘅情況嚟嘅。都想講多少少啦，呢個嘅喺房協方面，頭先講到啦，講完咗房委會之後咧，講下房協一啲嘅項目。咁啊，呢個嘅 R2-2呢個地盤咧，如果我哋睇翻呢一個文件裏邊，咁啊應該係涉及到喺呢度2026-27年度咧呢個嘅即係安達臣道嘅項目，咁啊1400伙，咁啊同一個區域嗰帶咧，咁啊呢個嘅之前亦都申請開始咗，亦都完結咗個申請咧，就係晉賢嘅項目1000伙嘅。咁啊預計咧，咁啊亦都有呢個嘅朗然，咁啊之前亦都係話預計今年裏邊咧，應該都係安達臣咧都係可以係即係去揀樓嘅。之前亦都完成咗申請個階段嘅，咁啊屬於呢3個嘅項目就影響咗嘅情況嚟嘅。咁同大家都介紹咗喺呢個嘅即係建築或者係一啲嘅業誤或者出現咗啲問題嘅情況啦。如果期望啦，政府喺無論係房委會同埋房協方面咧，對呢個嘅承建商嘅監管咧，亦都要把好一啲關。咁啊，亦都支持佢哋兩個機構咧喺呢個嘅即亦都除咗牌嘅一啲一公佈之後咧，咁亦都盡快亦都係揾一啲新嘅承辦商去執翻個手尾，去加快呢個嘅即係進度。甚至乎可唔可以追翻多啲嗰個進度咧？咁我哋可以留意翻之後咧一啲公佈嘅詳情啦噃。咁啊，同大家介紹咗呢個嘅一啲關於工程上邊一啲嘅資訊嘅情況。咁啊，嚟緊亦都係好快啦喎，5月29號咁啊，居屋2024開始揀樓，同大家都密切去跟進一下一啲揀樓嘅進度嘅狀況噶噃。今日講咗咁多先，我哋下次影片再見啦，拜拜。